屬靈分享，天國的階梯。馬志明傳道夫婦2026年7月。請相信他愛我們到底，必用無比仁慈的耐心等待我們悔改，逐步踏上天國成聖之路。近來好嗎？時光飛馳，2026年不經不覺已經過一半，就如有些人覺得自己人生也一樣，仍想藉上帝感動我和太太而寫的文章祝福你。現分享一篇近日太太所寫名為《天國的階梯》的撰文，作者馬卓翠瑩。之後接着是我的相關呼應，內容如下：屈指一算，作為基督徒已有1/3個世紀的時間，可真正成為一個基督徒，嚴格來說才約20年多一點。少時聽命於師長的帶領，我開展了密集的教會生活，團契、崇拜、主日學、查經及各樣的教會活動佔據了自己少年大部分的時光。感性上我喜愛基督教，嚮往教會崇拜裏肅穆的氣氛，欣賞講員處身台上道貌岸然的姿態，而團契當中彼此的互勉和關懷，也帶給我從外界朋輩的關係中不曾有過的溫馨。但是苦踏出教會，跟導師團友道別，我就會脫掉信徒的盔甲，變回凡夫俗子，繼續我行我素，獨行獨斷。這些由凡人與聖人身份間穿插轉換的日子，卻因我遇到人生中的一個重大的跌宕所改寫，讓我不得不放下一貫的高傲，徹夜躲在被窩裏向天父求救。神透過禱告向我說話，啟發我尋找教會內相熟的屬靈長輩傾訴。慈祥的他不厭其煩地聆聽了我的難處，藉着聖經的比喻和處世的洞見開解了我的煩惱，不但聯同某些成熟的肢體為我祈禱，更提供實在的支援，跟我度過時間。他們待我的體貼熱心，使我明白貴為父神兒女的身份，並非用談吐、禮儀、神學修養、守節形式去表現，乃存在於一份因知罪而生的懊悔，靈裡虛心被神的愛和權能所陶造美善的生命來實踐。從我們接納主耶穌作自己生命唯一的救主起，無論是靈魂、肉體、心思意念，皆應被主的恩言教訓改造更新。昔日多少不屬他的執着和己意，總要隨之通通徹底脫掉，這樣主的良善、溫柔、謙卑等等靈果的樣式才會有諸內而形諸外的活出來。誠然，教會的活動具有結連耶穌身體的作用，敬拜儀式也是一場歌頌主的恩典美德的盛宴。追求神學更能提升信徒對聖經的認識，突破聽道上的誤解，好讓信徒培養出正確的屬靈觀。可是這一切的信仰生活和行為，絕不可凌駕在以神為心、活出基督的基石之上。如今這位屬靈的前輩已經歇了俗世的勞苦，但我依然深信他仍然是那個願意默不作聲地奉獻自己的老人，此刻正帶着公義的冠冕，永恆的待在父神身邊，繼續垂以慈憐溫柔的眼波凝望着我，同也凝望住每一個受過他扶持的人。我經常都在想，假如有一天，當我們獨處時，心靈不再孤單，遇見試探時，心底響起聖靈的責備，目睹別人的需要時，樂意施以援手，眼見別人成功和幸福，內心僅存歡慰而喝彩。面對敵人時，力求以善報惡，活得簡樸但樂天知命。當能擁有這些生活上感悟的時候，不就是意味在天上的父親當刻就在我身旁，居於我的心懷？不，要知道天地萬物皆是上帝所造，然唯有人是帶着神所賜的生氣而存在。創世記2章7節。是他精雕細琢的作品，是他珍而重之的寶貝。所以，無論我們是好是糟是美是醜，或可愛或可惡，都好，
始終無法改變我們是他尊貴兒女的身份。何時當你願意回轉，鍥而不捨尋求他的憐憫、管教、善誘和醫治，何時他的膀臂就隨時隨在。無論此刻我們的信仰歷程如何，請相信他愛我們到底，必用無比仁慈的耐心等待我們悔改，按自己的信心大小，逐步踏上天國成聖之路。就如約翰福音13章1節說，神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他是我們最佳的良人，陪伴着你，我走過每一段高低起跌的歲月，走往世界的盡頭。接下是我的一些回應分享，內容如下：無論信主多久，眾多的屬靈和教會沉浸的經歷，不是人保證能進天國的證據，乃是神揀選恩典的明證。反教會久的人可能不喜歡聽到這樣說，但使徒保羅仍這樣說：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，已經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。腓立比書3章12至13節。因為人不是付出努力賺取恩典，乃在恩賜之下被推動去努力。或有人問：如果進天國是一條階梯，是否一步難過一步，要苦行修煉來的嗎？艱苦和努力是先決條件嗎？經歷多受苦，多出努力就進到嗎？就如舊約雅各為達到自己的人生目標，辛勤勞苦工作，盡顯致富的聰明。創世記29至30章。但神早在他落難時途經的地方伯特利，給他夢裏看到神使這經梯子往來人間天上的通道和入口。創世記28章。都不是叫他自己去揾出來，或賺取得來的獎品。當人信仰上沒能耐，受艱苦和付出努力不夠，灰心和倦怠，怎樣辦？反而神在經上說過，他賜能力，他加力量。以賽亞書40章29節。如果進天國有階梯，乃就是給我們不同人生的階段，開進一個又一個不同改變生命之門。有人誤解教會是個將神恩典廉價化的墜落大染缸，阿豬阿狗都可來享受赦罪與天堂。實情是恩典太貴重，人付不起，神索性送給願意悔改、相信聽從他的人。在神眼裏看來，人的智慧、努力、財富才是廉價，價值太低，無法相抵換取永生天國。今天神在透過我們所遇上珍貴的人事和時機，幫助我們向他表現忠誠和努力，超顯我們蒙恩得救。